今天的名家名段有些不同寻常，我们将跟随《粤女争锋》第2季上海总决赛的选手一起来到位于浙江宁海的训练营，和他们一同加入龙凤配配对的训练计划中。此时刚参加完决赛的他们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一路这样走过来都没有停过，中间还没有休息过，因为中间自己院团里还有很多的工作在做，不光是为了那么一个比赛，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很疲倦。包括昨天晚上比赛比完，今天一大早又赶到这边来，就是真的是没有喘气的机会，没有。还好到这边来是让我们来放松心态的，还好一点。到我已经刚生完孩子，才7个多月小孩，还一直在喂奶的，所以说准备，特别是决赛临时换的这个北帝王，我也有20几天了嘛，每天早上每天都在练这个段子，特别是到后面的这几天搞得太疲劳了，嗓子也出问题了，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看他实在是太累了，我觉得干嘛呢？真是的，我们晶晶也很累。我经常说他，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我是一个人，然后我如果努力，我自己要练功啊什么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杂念可以，因为他家里要照顾，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就是事情太多了，那小孩的事情太多。但是每一位粤女都这样，对，每一位粤女应该都是有她们背后艰辛的故事的。我觉得我们这些粤女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啊，每一位粤女都有她们的不容易。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她们就将面临第1轮配对选择。小生和花旦自主配对，配对完毕的组合将共同抽取一个房间号码，成为室友。这样的配对方式会产生怎样的龙凤配组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其中是否有你意想不到的组合呢？来听听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对方吧。我们2个还是从戏校开始，就是生活当中的也是很好的朋友，相对比较默契，对，舞台上也比较默契，对，而且可能也是有流派关系吧，流派它的那个风格是很接近的嘛。那我觉得我们2个人很巧，年龄都是同年的，然后我唱范派，他唱副派，本身这2个派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也就是当时马上就跟我们说，你们自己这样子一对一对去配对，我们都傻了，哎呀，怎么配啊？而且在我心里一直应该是徐王，我的搭档是杨婷娜，上海观众都知道嘛。但是他这次没有参加，我想我就是一个人就这样子。而这个时候就看到小戏了。我们 B 派是一直跟7派合作的，然后这次7派没有，然后我很焦急，我当时都举手，我说哪个愿意跟我配呀？然后我跟吴素菲2个人2个小生，然后当时就看到谢雅琴了，然后我说那我们俩一起吧，他说好的，就这样。正好我们2个站得比较近，然后他说：“哎，哪个愿意跟我配啊？”我们眼神交流，停住了，那就一起了。结束了第1轮配对之后，主办方召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会场的气氛相当热烈，专家们也到场为粤女们讲解了粤剧生旦表演的技巧和自己的一些感悟。年轻的粤女们在学习的同时，也是深有感触。罗怀珍老师讲了，我觉得挺好的，就说一个演员，特别是一个年轻的演员，要找准自己的生命个性的来，就是一个你演员可以分很多种，有的他可能是类型的，不是个性的那种，那就说他希望我们青年演员能够发现自己的个性，然后往这条路上走。因为每个人他要有自己的个性，就如果类型的话，那么他可能就突不出来，就让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挺好的，让我们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时的粤女们对他们日后的搭档有什么意向吗？我觉得，既然要搞这个龙凤配，我们还是应该跟其他的选手更组合，或者说，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因为我们太熟悉了。其他选手身上的优点，我们可以通过组合来互相学习，然后最好是我觉得嵊州粤剧的故乡，跟其他的或者跟浙江这样粤剧的发源地跟发祥地，我们如果能组合的话，觉得应该会蛮有意义的。
我在考虑的话，依照我的身高形象，或者说应该找一个稍微跟我差不多形象条件的那个然后发源地跟发祥地的关系，我想应该找那个张雨峰比较合适吧。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流派当然我跟他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戏路上或怎么样子合不合适，现在都不知道。要通过接下去的主办方给我们安排的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想他们肯定也是，哪怕是游戏，我想想现在是不知道，应该也是关于这方面的，你的默契度啊，我想应该是这方面的游戏吧。到时候我觉得应该能够更准确的找到自己的搭档，但是我也希望能够跟李艳能够走到更远。觉得能够跟素菲搭档的话，我想应该是非常愉快的，而且也，我也相信，假如我们真的有缘的话吧，然后可以给我们配在一起的话，应该也是能够表现得非常出色的。我嘛，作为小生来说，我们粤剧里面经常说“老婆”“我老公”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一定可以的了。是的，是的。你看阿傻，我们两个都聊过我们的剧目了，那你说？就是那个时候，毕老师那个50周年演唱会的时候，和王老师演过一个书房会，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剧目也可以，因为之前我也演过《梦丽君》，小生的功底也稍微有一点，那我觉得我们也挺适合演这个。要的他心脏好是去着急，我千言万语他不依。腿长不准不好记，表弟，我问你，无论招亲，到底娘不娘我亲？不娘，当真不娘？这有什么假的？好。那么你就不要来拉我啊！啊，你做什么？我让我到外面寻死去。你不能死！哎呀，不能死你！哦，你不让我死，那么你让我去找亲？哦，你去死！你去死！你死我好去背天地。表弟实在无情啊你，不去心思也枉费。历经王法成吉地，不求我少女出家亲。小姐与我有情。生死两不离，小姐非我不出家，我非小姐不娶妻。人人是美丽不虐，你莫会无人与无忌。生生姊妹我愿意，只非你伤心回下地。爆完小子再现人海狂潮，升级版大电影《超能少年之列维塔任务》，引爆暑假终极快乐能量，不一样的爆完小子，令你喷饭的笑料。还有爆完必杀绝技卡，很感动，很紧张，场面比较华丽。我们特地从很远赶过来看的。最喜欢的就应该是那个笨贼两个人触电那样。这部电影一定要看，列维塔任务少你不行，一定要来参加哦！神州巨手祝福母亲黄河，万众瞩目，华夏荣光闪耀。中国电视史上最恢宏的音画盛典，期待您共襄盛举。几万人同声高唱黄河大合唱，7小时全景展现黄河磅礴气势，万里黄河延绵感动。中华儿女
纵情高歌。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上海10地连线，伟大的史诗，纪念黄河大合唱诞生70周年暨国庆60周年献礼。9月19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亲情奉献《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曲壮歌中华情。王子再度回归，青春为我飞扬。4支拥有绚丽球技的网球强队，一群勇于超越自我的热血男儿，要打败你们3个！战火已燃，征途险阻重重。我叫龙马，我不会拿它来做赌注。我们有可能要退出活动的。能看到你带领青训，站在决赛的赛场。王者登场，谁将占据巅峰？加油，网球王子！东方卫视强档出击。欢聚世博，全家都来赛。每周1至周321点15分，100万家庭争当世博大使，全球同此狂热。全国报名电话021-588-12000，网络报名3w.ct1.com。带上您的全家，秀出才艺，梦圆2010。欢聚世博，全家都来赛。2009东方卫视世博巨献。爱上海，从我做起。2009世界斯诺克上海荣威大师赛9月开打，抢票热线64265678，咨询热线64266760。晚饭后，正当乐女们准备早些休息的时候，楼下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姑娘们集合了，请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到3楼会议室集合，最慢的那组组合将会受到惩罚。面对这突然传来的紧急集合的信号，乐女们惊慌失措。回房间准备洗澡睡觉了，然后我的室友李旭丹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就听到外面有喇叭在喊集合啦，在3楼会议室集合了，就连滚带爬的跑到厕所换衣服，然后就冲下来，然后就听到整幢楼在尖叫。当听到最后到达的一组圣诞组合将受到惩罚的时候，女孩们更是加紧了步伐奔向会议室。也是听到外面有叫那个声音嘛，叫集合的声音。一听到说最晚到的一队要受惩罚，然后就鞋带也没系，扣了鞋带就。回去就躺在床上睡了，然后他们通知我们没听见，完了再跑过来已经全到了。最终，张芊芊最后一个抵达，这意味着她与董建宏这对组合都将面临着惩罚。我在下面站了一会儿，等他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都迟到，我肯定迟到的。我跟最后第2个人相差那么一点点时间，我看着他跑进来，我也跑进来，就这样子，迟到了。而这时，张芊芊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我保护我老婆，我来吧。因为是我本人迟到了，不能连累他。他是最无辜的，就算是他迟到，也要我顶出来。平时的话，我都被他们叫做是很谦，就是我们一种地方方言，就很谦，就很女人，就不像一个演小生的。今天这一下特难。今天是因为我进入了训练营，然后我觉得我再也不能谦了。我再谦的话，我把他们花灯都要比下去了，所以我要男人一点，仗义一点。所以我今天穿的衣服也好，包括有些言行举止也好，都是偏向有点男性化的。当然，承担需要勇气，面对惩罚，张芊芊似乎有点紧张。他说受惩罚了，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气球，我以为会是，或者一种恶作剧一样的一些惩罚，没想到是一个气球，我觉得也能接受。可笑子女莫归隐，曾年不知从雨晴，两门下金榜题，四代红娘错美丽。从马空从，身经大作。
是动了我的福，披荆折水，乱阵过转挂帅印。你可知我母就是太君子，我就是一往千岁的玉外甥。你可知热血风转中所负，手漂浮哪个故事中你可知杀双兵器众生量，一个一个死成沙场一回命。你可知杀双兵器众生量，经过铁马转转千里脱了兵。你可知我为你西汉的江中道，24元3块长江永关上去。你可知铁木树林的杀痕？那根烧火棍呐，比你那支梨花枪还要厉害10分。堂堂3关新封将，真正下过雨为民。你是那黄陵3军金的此秋雨心乱真和命啊！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第2项训练课程，就是跳国标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9月1号我们的开场比赛的时候，大家要秀一段集体的国标舞，所以就看今天的训练了。我们越剧演员，然后从来没有接触过国标舞，而且是国标舞，普通的舞蹈还可以。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对啊，对，国标舞太专业性太强难了。国标啊，在我感觉当中，国标是跳国标舞是一种感觉气质会很好，所以我感觉学这国标其实对我们本身气质上的一种气质上面一种锻炼啊，还有那种修养上面都会有提高。以前就蛮想学的，但是没想到今天学了会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学，我就一直在跟郭倩宇说，我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姐姐她是排位赛的时候翻了一个跟头，不小心把手扭曲了，因为地毯比较软，然后那天又比较带劲，然后就扭曲了，然后受伤。然后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啊，因为她现在特殊状况嘛，我肯定会照顾她的。她刚刚就在适应我，因为我伤了右手嘛，然后用左手跳的话，整个动作都要反过来做，然后她马上就说对不起，先反一个面做。对，刚才是右手，现在要换左手。是。刚刚学的动作，他得全都反过来做。然而，乐女们没有料到的不仅是突如其来的国标舞训练，龙凤配的第2轮配对随着选手们的舞步悄悄展开了。在跳国标舞的过程中，原先的生旦组合进行了多次随机配对，最后的舞伴才是第2轮龙凤配的配对结果。因为青青是我跟我一起单位里出来的，其实原先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合作，因为他是刚刚进团来的，我是本身就在单位待的年数比较长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合作过，所以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默契感。那今天刚刚跳了那个国标，我感觉我们2个似乎还是有点默契感的。完了心目当中，我觉得张雨峰也可以吧，因为从身高各方面来说。我最初的搭档是李旭丹，因为他跟我年龄也差不多，然后我们又同样是 B 组的选手，如果说我们搭档起来，应该会有很不错的表现。以我个人观点来看的话，我老婆是最好的，但是也有可能或许其他选手当中，比较适合我的，可能像那个陈文婷，我个人还是比较，也许是我们是同单位也有原因吧，还有一个因为我跟她戏路上面可能有点接近，我觉得跟陈文婷也还蛮那个的。乐女们是否能在第2轮的配对活动中和自己心仪的对象走到一起呢？这其中是否有因为随机分配而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组合呢？
来看一下第2轮的配对结果。我相信跟天佑妹妹一定会变多了，肯定会可以，没问题。如果说是按照越剧专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文婷姐姐刚好是唱吕派的，然后我又唱尹派的，而且我们单位基本上很多戏都是尹派跟吕派搭档的，就比如说《沙漠王子》就是尹派跟吕派，赵老师跟孙老师搭档。如果说我们有可能机会搭档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好好表演。先生，还是算命吧。好，那么算命吧。托命成算，托命。小鸡为我要送你，过程是缘，过程是伤心的时候。本小姐王子心嘞，王子名门小姐，她是何年何月何时人？罗兰本是王子。王子是君识君，好倾城，日夜出人应日生，12少中本收拢。小姐算命多灵。然而这一天的训练并没有到此结束，在跳国标舞的同时，工作人员已经将越剧小品竞赛的题目藏在了房间中，选手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题目并构思排列完整，参加明天的竞赛。别说排练了，光将这隐藏的题目找到就让许多选手伤透了脑筋。角角落落都找过了，然后我们两个已经放弃了，我们说我们不找了，向组委会老师去请示一下，我们真的找不到，找了好久好久。然后我无意之中，我想我还是不死心，然后走出外面这一间，那个桌子的下面，他贴的好紧好紧，把那个纸贴的跟桌子贴的一样平，根本就很不容易找到。我看到那纸条，哇，我兴奋的，我说终于找到了金红荣，他赶紧奔出来。找了很多地方，我当时对着镜头说，我非常有做间谍的潜质，包括那个床底下的那个抽屉，那个底下都把它全都找遍了。最后我们还是在厕所的垃圾箱的袋
盖子的下面找到了那个信封。我把房间所有有缝的地方全部找了一遍，我连床底下都翻开来看都没有，柜子上面全部看了，窗帘里面全看了都没有，真把我急的是满头大汗。还有摄像机来拍我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而且1个小时之内一定要找到。陈文婷姐姐她去挂盐水，因为她手骨折了嘛，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一个人，然后有个姐姐就提醒我，她说会不会在本来这个房间的小生的箱子里面。后来我就赶紧跑上去，然后我说姐姐把你箱子打开来给我看一下。她说不可能吧，我说你打开来给我看，就拉链拉开来，一封信就放在里面，然后我就好激动好激动。就这样，找到了题目的粤语们在深夜投入到了积极的准备中。第二天训练的力度更为强大，粤女们早上6点30分便在山边的公路旁集合，随机分为了4组。他们要进行的是400米的盘山公路接力赛，这对晚上熬夜构思排练小品的粤女们可真是身心的考验啊！本来我们以为到这儿是可以悠哉悠哉来享受这个青山绿水，但是没想到其实就是一场魔鬼的训练。我们大家都累得不行了，因为昨天晚上也睡得晚，然后那么早起来，然后这么强度的一个训练，一个接力棒的比赛，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心脏也吃不消，这个负荷实在不行。本身我们前一天晚上11、2点钟抽到了一个题目，让我们编即兴的粤曲小品，大家都编到2、3点钟才睡的，然后睡觉也没有睡得踏实，应该说大家脑子里都是惦记着这个小品的这件事情。然后6点半报到，也没有吃早饭就开始晨跑，并且是400米的上坡晨跑，所以说很多人就是经不起这样的一个又没有休息好，又要极度的这样一个锻炼的情况。然后张青青是晕倒，我觉得就在我身边突然就倒下去了，我赶快就拖住他，但是他比较重，我没拖得动，然后一帮人就上来就拖住他了。因为小时候我是我们学校田径队的，经常参加短跑比赛啊，还有跳高啊什么的，也许在体能方面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优势吧。然后我就拼命的跑，但是正好跑到上面有个斜坡的地方，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就觉得自己在慢镜头，越跑越慢，觉得好像这个心脏马上要吐出来了。然后因为也没有吃早饭，就觉得头特别晕，然后感觉我的队友在前面，就是第3棒，我就感觉已经开始晃了，就看不清到底是哪个是我队友。然后我就把第3棒传给了董建红，然后昨天晚上一直在那里编排，很晚睡觉，然后早上接到了这个任务要跑步，然后我挺佩服我们这一组，我们那组有航航，还有那个张雨峰，还有那个陈丽雅，还有李艳，我特别佩服航航。其实他不太会跑步，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季红完蛋了，我不会跑步怎么办？我说我也不会跑步我们俩一直在那里担心，我想不能给组里丢脸吧，然后我就拼命在那跑，他楼上我还听到有人在喊哇季红，没想到你跑起来那么难看，我说顾不着了，反正不能给组里丢脸，我就拼命往那跑然后后来就交给航航了。但航航他今天因为身体不太好，但他坚持下来，等我走过去了，他刚刚在那里吐，好像晕过去了呀，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组还是挺坚强的，毅力挺好的。他们就说好像因为这个我们成功之后，好像因为我的原因，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们主要是大家有一股凝聚力吧。当时呢，他们就提议把我举起来。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很重，大家别把我摔坏了。但是他们没有听我的话，然后就很多人，反正我也不知道谁，除了我们队友，还有旁边很多队友都把我一起举起来，挺开心的。其实郑晓他真的是很厉害，他第1棒，我觉得他的速度没有减弱过，一直是领先的第1个跑到我这里。可惜我不争气啊！我跟你讲，我跑到我第2棒，我跑到吴苏菲，我感觉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就拿着气球跟他说：“你过来吧。”你来拿，因为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个腿真的是不听使唤，上坡路我觉得是真的是跑不动了。然后第3棒听说冲到了第1个，然后可惜我们小生就是不争气，然后到王柔桑了，王柔桑他说他跑着跑着鞋带松了，然后就边看鞋带边跑，边看鞋带边跑，结果我们第3名，还好没有第4。我来这边之前我的脚受伤了，脚趾甲给拔掉了，然后
导演不同意，他说不行，你一定得跑，因为我们是分组的嘛，5个人一组，就他们就缺1个人了，就不行。他说那你实在疼的话你就走吧。我想哎那怎么办？我不能拖大家后腿呀，就硬着头皮跑。然后李旭丹，我没想到他跑那么快，因为一开始我想哎呀，李旭丹是那个就是说是第一个嘛，然后我想完了，李旭丹肯定，因为他是花旦，弱的，看上去他们都觉得我是垫底的，所以我跑到第3，他们已经觉得我很快了。其实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尽力，我想我又是第1棒，如果一开始就慢的话，对后面很不利嘛，所以就拼命跑。其实我们在没跑之前就一看都是强手，都是演武戏的花旦，我们都跑第1棒，然后在跑的时候。特别是快到终点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难以前进了，但是觉得坚持下来吧。虽然说我们组输了，但是我们组是最开心的，连那个导演啊什么都说，哎呀，为什么你们组输了还这么开心啊？我说我们精神可嘉，我们说不在乎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享受这个过程确实是挺开心的。刚爬完山路的乐女们并未就此可以休息，她们立即就投入到了下一个环节，那便是展示昨晚熬夜准备的越剧小品。即兴小品也是大家乐晕了，就是搞笑版的、深情版的，然后不成熟版的等等。我觉得我们这一版就是应该说我觉得从昨天晚上我编排的框架来说，首先我觉得比较符合这个萧郎末路的这个主题，然后整个框架还是有一些戏剧冲突的。虽然它时间大概也只有3分钟，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累了，脑子里装不下那么多东西，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出现了差错。在这个房间排练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可能大家因为目光都很灼热的那种眼神，然后我就有点害怕。然后我的室友蔡铁平，我的搭档，他可能也是有一些反应不过来，因为我们不光是编台词，连唱腔都是自己现编的旋律，就那么一点点时间，大家都是这样，所以一下子真的是有点反应不过来。马路老你晚上放我挺喜欢就是那个河东狮吼的那个小段子，哦哟，我们大家都乐翻了。我觉得这2个小朋友他们年纪轻，但是非常有创意，把那个现代的元素加入进去，非常好。首先打电话给我爸爸，然后我问他河东狮吼这个真正的成语它的就是缘由啊，然后意思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家长讲的那个故事啊，感觉跟电影里的大差不差。然后郑小也打电话给他老师求助了，他老师把他的那段你要疼我爱我那段话就发过来了。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写剧本编，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子一个形式的话，我们大家选手一起评分的话，我们必须要合他们胃口嘛，所以说我们加了一点搞笑情节，也融入了一点电影的情节。李小旭他天生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然后他本身唱 B 派嘛，就是从骨子里透出的那种幽默感，我就特别喜欢他。他而且很年轻很小的岁数，我觉得他很好的，很喜欢他的。这不是我的错，我的罪。娘子你忘记呀，我唱歌给你听，唱。来来都是一个菠菜，来来，你草莓，基本上一个框架嘛就定下来，是把它想作为一个现代人穿插古代人的那种，有一种好像蒙太奇剪接的那种感觉。不到走在婚上，已有男子为妻完美，他真是个风流才子。因为他还用了2个画面，就是一个好像就是叙述的在旁边，然后他有2个场景再上来的，就是感觉一个现代人在复述古代的人，哎，我觉得挺有创意的，不错。本来的话，如果说姐姐因为有基本功比较厉害，比如说可以做点舞蹈动作，但是她手这样就不能做了，不能表现，然后我们就想只能
只能先大家唱几段，然后我们两人情感交流一下，意思就是说我喜欢你，我要跟你一起私奔。然后我觉得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然后晚上弄到3点半的样子才睡觉。他一测到他7、8岁，听算测定将你打的。我觉得雨枫姐姐这个小品特有创意，因为她从来没有演过现代戏，而且是比如说抽烟的这么一个人物，因为她以前都是很风流的、很文质彬彬的一个小生，都特别的奶油小生的气质。但是她这次小品竟然体现了一个家庭里面对妻子不信任的老公。12个各具特色的小品结束后，以小生花旦一组为一个投票单位，大家进行了互投。最终，张雨枫和李艳组合的破镜重圆以5票获得了第1，李小旭、郑晓的河东狮吼以3票获得第2名。先向切莫负生子，今晚我会将弟弟死去，以表扬我莫小子。齐路连灯陪哭泣，我妹因为乱离别，莫在鸟女风流人，悠悠天台采芽城，龙舟流萤长堤。娘娘，你休见我这托书生的堂灯啊！愿在生我平下，一宵好梦平安福旺。最后一轮配对活动就要开始了，不知道这时候乐女们对谁的印象最好呢？辛雅琴的话，刚进来我们就在了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但是呢，真正的戏曲上合作我们没有合作到，我们只是刚在一起就被拆开来了，刚认了老公老婆就被拆开来了。然后郑晓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她虽然是 B 组的，但她很有灵气，我也蛮喜欢她的。然后呢，但是我是个很好的男人，我还是钟情于我原配的夫人，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跟辛雅琪在一起配吧。我觉得董建宏，应该是在舞台上经历了比较多了，然后我内心深处挺想跟他在一起的，但是，但是我怕我的有些地方不足，可能会影响到他。其实平时也有观察他们，我到底跟哪个小生搭会比较合适？其实我平时都有一个一个都在观察。后来我感觉，可能从神情各方面、气质各方面，我感觉我可能跟张雨枫会比较适合一点。我觉得我观察下来，从各方面，比如身高啊，还有流派跟流派之间的搭配，还有我们比如台上的整个
风格、舞台风格、舞台气质，我个人比较倾向少柏的董建宏跟郭倩云吧。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自己组合好的嘛，主要是比较熟悉一点。因为给我们的时间也非常短，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肯定是需要就是默契度比较高一点的。以我内心来讲的话，肯定是希望和自己比较熟的吧。因为从排戏来讲的话，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去准备，因为总决赛离现在已经很近了，而且我们单位演出也很忙，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排。再加上在总决赛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即兴的表演，这个肯定是要在生活当中有非常好的那种默契感，才会一下子就那种临场应变不会怕的。我总是希望能和自己最熟悉的搭档吧。我觉得，那个铁萍姐姐非常非常的厉害，她怀孕都1个月了，然后在舞台上面还要做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就是你身体非常棒的一个人，你平时都不敢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她就做了，然后当评委说出来说她已经是30岁，而且怀孕1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在台下看嘛，我们在台下全都是很感动的，就是满堂的热烈的掌声，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温珊珊她挺棒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一场我去看了，然后她是唱副派的那一场，她唱的是追鱼的拔铃，就是又是唱大段唱腔，然后还有很多武功方面的展示，就是很全面。意向问卷发下了，如果双方意向一致，则配对成功，也会成为龙凤配配对的最终结果。究竟有哪几对乐女如此心有灵犀呢？剩余的6位花旦将根据抽签顺序各选择1位小生为自己的游戏伙伴，一同参加接下来的踩地雷小游戏竞赛。他们都将选择谁呢？这个谁旁边这个我们选择的是青青，张青青。好。比赛即将开始，地上的蓝色垫板代表地雷，踩中必须停留10秒。小生蒙住双眼，由花旦引导走出雷区。
总时间最短者获胜。胜利组合可选择直接配对或优先选择配对。李晓旭、倪锦锦组合最终以21秒的优异成绩胜出，获得了优先权。可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选择对方。这样的话，他们只能在剩余的选手中各自选择一位，确定意向后进行配对。倪锦锦选择了在第一轮配对中的搭档张青青。张青青会放弃同团的师姐陈文婷而走到她这边吗？3、2、1，干嘛啊？那跟你的新搭档也拥抱一下吧，对不对？你们有缘嘛，走到一起，不要哭。我首先是从形象上面考虑，也没有说想太多，因为留下的几个人中间，也就只有青青跟单航航2个人，可能我可以配对稍微合适一点。然后，那为什么是选择了青青？因为我们在头一天的环节中已经这样配对，所以经过1天的熟悉，我跟航航也不熟，跟青青其实也不熟，刚熟悉的，刚认识的，平常都没打过招呼什么的。虽然在一起比赛，然后呢，我想还是稍微选熟悉一点的吧。虽然说对陈文婷来说，我觉得非常抱歉，那时候青青也做了非常艰难的选择。我知道他们2个人在同一个团，然后文婷受了伤，然后如果他们2个能在一起配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排练上面可能会方便一点。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青青，所以说给他造成了不便有些。其实这个都很正常啦，我觉得他选择锦锦嘛，首先我是尊重他的选择，第二个嘛，其实当时选择青青配的时候，也主要就是考虑到自己团比较熟悉，然后我们原来搭过戏，可能从默契角度来讲的话，会更好一点。的确，当时，这个情景我是很难忘记。我昨天晚上回去，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其实我知道婷雯姐她是不会那个的，她不会想那么多，比较了解她的个性，但是我还是跟他就是发了一个信息，跟他讲了一下我的一些，但是他很大度，他说这个很正常的。那他这样讲了之后，我心里就好过多了。其实也知道他肯定不会，就是就此话我们2个会怎么样，不会的，我知道。然后嘛，但是我这样一哭一闹喊，我又好像就觉得他仅仅选择了我，好像会不会让他感觉我有点委屈的随从他这种感觉？其实也没有，因为就像晶晶所说的。一个是跨团，还有一个是一种新的挑战吧。应该说默契对来说是我跟甜美姐2个人比较有默契，他们都比我大，我们的2个组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我谁都不想放弃，我谁都想要，但是我只能选一个。你想太多了。但是我想想，因为甜美姐是同一个单位的，我以后跟她配戏啊怎么样，可能还会有机会。但我跟晶晶呢，可能也就跨团也就这么1次了。然后晶晶又那么很那个的选择了我，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先选择晶晶吧，因为我知道婷美姐也不会难过的，对不对？她不会有想法的。说实在的，如果说是真的是从不管从外形上面来讲，我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可以算是门当户对，所以很希望他们能够成功。谢谢。而李晓旭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选择了徐琼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后，遭到了拒绝。而正在李晓旭觉得尴尬向旁人求助时，另一位花旦说出了：因为我们 B 派是跟7派、流派跟流派之间的那个默契长达，就是说50多年呐，就是说这种默契很难让别的流派来说愿意去跟 B 派配，戏路也会缩得很窄，所以我不怪他们。但是当时那种尴尬情形，那个摄像头对着我的话，我当时真的很想哭，我内心的感觉是非常想哭，但我忍住了。我觉得就是说不应该在这么多人面前流眼泪，必须坚强起来。
我很后悔昨天得了第1名，不是第1名就不用选了，知道吧？当然心里有点感动吧，还有觉得，而且他还说了一句我愿意尝试一下七派，那是令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甜的一句话。其实说七臂有感情，真的是有感情的。包括我这个弟子，我也很希望有个七派的花旦，但他说他是唱女派的嘛，然后他说他愿意尝试七派，我当时心里面想，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首先是我很佩服他，很坚强。我就在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受不了了，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我肯定受不了。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他既然选择我，是对我的一种信任吧。我也感谢他能够让我有这么一次可以尝试来唱七派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其实作为青年演员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能仅只局限于一个流派，特别是像我们毕竟还没有完全定型，肯定要不断的尝试到底哪个流派会更适合你。可能因为我平常唱流派唱那个吕派唱顺了，所以我一直都是唱吕派，然后在团里也是跟吴孙老师学戏。但是我们团里有一点很好，就是他不会很规定的你哪个演员就唱哪个派，平常在演出的时候也是这样，包括像吴老师他们也是这样，一人兼多派。那我觉得我何尝不能这样做呢？我就为的是你，为我后来，我却为你。在世界之上，何者为大？天地为大，何者为真？父母为真。你在家的自己，孝顺父母；出家之后呢，尊敬公婆。却又来，你岂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七十上层，你为我不去报仇啊？今日是怎样？为我把官都到底，众兄嫂身上做得来白寿，只有我独自一人修有情。我灵应怎样祝福你，不去白寿是何理啊？我知道怒气为此区区的小事情，小事，你当我不把公婆敬，我笑你驸马不自理，你还是我不自理，分明你把我的娘看不起。家便是我归的亲，哪一个还心不把公母背，哪一个丈夫结妻要迎哪里？我在找你为驸马，比不得民间富裕情。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凤凰强鸟有高低。你是唐家的陈英子，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后妻。在徐琼拒绝了李小旭之后，与他同团的小生蔡铁平可乐坏了。在之后的意向确认中，他们也和另一对选手一样配对成功。
随着最后2对选手的成功配对，全部12对选手顺利完成了这次的龙凤配配对活动。在接下来的1天中，他们可以放松心情，为自己的组合想一个名字，并推介自己。最受好评的组合将获得1枚豁免金牌，在总决赛第1天的比赛当中面临淘汰时可以使用。爆丸小子再现人海狂潮，升级版大电影《超能少年之列维塔任务》，硬绑暑假终极快乐能量，不一样的爆丸小子，令你喷饭的笑料，还有爆丸必杀绝技卡。很感动，很紧张的，场面比较华丽。我们特地从很远赶过来看的。最喜欢的就应该是那个笨贼2个人触电那样。这部电影一定要看，列维塔任务少你不行，一定要来参加哦。2010年上海世博会个人票7月1号起正式发售，一票在手，看遍全球。巅峰对决，王者归来，问天下谁是英雄？2009世界斯诺克上海荣威大师赛9月激情呈现。欢聚世博，全家都来赛。每周1至周3 21点15分，100万家庭争当世博大使，全球同此狂热。全国报名电话0215881200，网络报名3w.ct1.com。带上您的全家，秀出才艺，梦圆2010。欢聚世博，全家都来赛。2009东方卫视世博巨献。爱上海，从我做起。随着训练营活动临近尾声，12队选手的创意照一张张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轮的评选中，陈丽雅、郑晓的嘻哈花生组合为大家带来了欢乐的同时，也博得了众多的掌声。嘻哈花生组合，因为我们的戏是好搭档，在学校里也是好朋友，看到现在一路走来，我们要爱起嘻哈花，在训练营认识大家非常不容易，希望大家能称我为嘻哈花生组合。最终，嘻哈花生组合高票胜出，得到了豁免金牌。为期3天的粤女争锋龙凤配配对训练营即将结束了，在这里，他们不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搭档，也和其他选手们增进了友谊。期待他们在总决赛中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也祝愿他们在粤剧事业的道路上携手并肩，越走越远。